大家好，歡迎收看山系之日。而家身處嘅位置係蓮麻坑村。今次影片會講蓮麻坑郊遊徑同埋紅花嶺郊遊徑。正式行郊遊徑之前，就先講交通。我今次拍片就喺上水搭小巴直達去蓮麻坑村。呢個方法就比較新啲嘅。話說喺2025年1月24號開始，喺上水搭小巴去蓮麻坑就唔需要禁區紙，就唔使好似舊時咁樣冇禁區紙嘅人就要喺禁區景杆之前落車，穿過鐵絲網再行山先去到蓮麻坑村。咁難得拍片就試下啲新嘢啦。行郊遊徑之前，我就先入村先去睇睇蓮麻坑村一個法定古蹟葉定氏故居。由村口步行約10分鐘就會到達葉定氏故居。葉定氏故居係一個香港法定古蹟。葉定氏故居就係1908年興建，就仿照孫中山先生喺中山翠亨村嘅故居。由呢個年份同埋屋前呢個孫中山先生銅像，都估到葉定氏先生呢都係積極參與辛亥革命中人。葉定氏先生就喺泰國發跡嘅，喺辛亥革命期間就曾經擔任暹羅同盟會會長，晚年就因為泰國排華，就翻返嚟蓮麻坑定居，至到1943年病逝。咁葉定氏故居都保存得幾好，亦都修復得幾靚，亦都可以入屋參觀，就可以睇到屋入邊嘅間隔，同埋可以了解下蓮麻坑嘅歷史。咁都幾值得一去嘅。參觀完就原路折返，翻返去小巴站就準備行山啦。就翻返嚟蓮麻坑村小巴站，首先就簡介翻今次影片嘅行山路線。今次影片就會行晒蓮麻坑郊遊徑同埋紅花嶺郊遊徑兩條官方郊遊徑，就會由蓮麻坑呢度經蓮麻坑礦洞、紅花嶺、紅花寨行到去沙頭角公路嘅擔水坑村。今次路線我會俾3星難度，路線長約10公里，需時約4小時。樹蔭方面就一半一半啦，好多時都要曬住行，天氣熱嘅時候都會幾辛苦。樹蔭指數我就2星。斜坡方面，呢方面就係呢條路線嘅難度所在。不論你喺蓮麻坑出發或者擔水坑村出發，都要大概喺海平面海拔0米行上去差唔多高490米嘅紅花嶺。基本上成條路線都係不停上斜落斜，就好少平路啊。斜坡上落我會俾4粒星，所以即使成條路線好似得10公里唔係好長，整體難度我都俾3星。想行嘅話就要有心理準備，都會有啲體能消耗嘅。蓮麻坑以行山嚟講，都算係一個比較新嘅地段。蓮麻坑喺2016年先至正式剔出禁區範圍，俾人合法行山。而今次影片行嘅蓮麻坑郊遊徑、紅花嶺郊遊徑，都係喺2024年3月1日同埋紅花嶺郊野公園先正式啟用。咁其實紅花嶺呢個官方郊遊徑都幾好，就睇到蓮麻坑礦洞嘅大廳、麥景陶碉堡、紅花嶺紅花寨就有啲開揚嘅景色，仲有一啲日軍嘅軍事遺址，都幾多嘢睇。咁我今次呢係第3次嚟蓮麻坑行山，都覺得跟住呢個官方路線行，其實係最多嘢睇。官方郊遊徑就有晒指示，條路又闊，唔使揾路，非常好啊！首先就嚟到路線第一個景點，礦山嘅麥景陶碉堡。咁基本上全部麥景陶碉堡呢都係有鐵網圍封噶啦，可遠觀而不可進入。咁講講麥景陶碉堡嘅歷史，就喺1948年，當時中國就國共內戰，咁就有啲難民湧入嚟香港啦，就多次同香港警察發生衝突，所以時任警務處處長麥景陶就下令興建呢啲碉堡，就用嚟監視解放軍難民嘅情況。香港就有7個麥景陶碉堡，而家呢個就係礦山嘅麥景陶碉堡。影片末段呢都會睇埋另外一個麥景陶碉堡嘅。行到嚟呢個分岔路就要留意啦，正前方就係紅花嶺，即係蓮麻坑郊遊徑嘅正路，但就要留意左手邊嘅小路，因為呢條小路就係去今次路線嘅重頭戲蓮麻坑礦洞嘅入口。呢條分岔路行落去，步行約5至10分鐘就會到達蓮麻坑礦洞噶啦。鏡頭一轉就到達蓮麻坑礦洞嘅大廳。話晒都係今次路線最出名、最有特色嘅地方。蓮麻坑礦洞呢度就超多人啦，想影張獨照都有啲難度。咁蓮麻坑礦山呢度呢，主要就係生產鉛嘅，礦場就喺1960年關閉，就一直荒廢至今。蓮麻坑礦洞大廳呢度就曾經喺2023年短暫關閉，進行復修。不過驟眼睇呢，大廳呢度就冇乜修復工程嘅，重新開放翻呢都睇唔出同舊時有乜分別。我諗啲資源就投放喺大廳旁邊呢個小礦洞度，除咗加咗啲指示牌之外，喺礦洞呢度就加咗啲燈杆啦，就方便大家行呢個礦洞嘅。加咗啲燈杆就睇落再靚啲啦，我都覺得幾好嘅。礦洞嘅另外一邊就有一個所謂嘅觀景台，同埋有一個涼亭。話說以前喺擔水坑行舊路嚟蓮麻坑礦洞呢，就話喺觀景台嘅下方行上嚟，下邊就係蓮麻坑礦山石礦場嘅其他部分嘅遺址，都幾精彩嘅。
有興趣就可以睇翻遊記啦。咁參觀完蓮麻坑礦洞之後，就沿路折返，翻返去蓮麻坑郊遊徑，向紅花嶺進發。嚟到呢個山坳位分岔路，正前方就係郊遊徑正路啦，右手邊嘅分岔路就會上紅花嶺山頂嘅。山頂呢一段就係 optional 嘅，上山上得耐覺得辛苦都可以唔行。咁我拍片就梗係會上山頂啦。上到嚟紅花嶺山頂就有標高柱，高海拔491米。呢度呢係今次行程嘅最高點嚟嘅。右手邊就係沙頭角啦，基本上高樓大廈都係大陸嗰邊嚟噶啦。羅湖、深圳一帶，咁見到堆填區嗰座山，咁見到堆填區嗰座山就係和敬山，咁就係新界東北堆填區。喺堆填區再望遠少少，就會係粉嶺、上水一帶。紅花嶺山頂呢度就有360度景觀，我覺得就值得一嚟嘅。行到山坳嘅時候，就唔爭再行多5分鐘，行上山頂呢度睇一睇啦。嚟到呢度兩邊箭嘴嘅位置，呢度就係蓮麻坑郊遊徑嘅終點位置。話就話係終點啦，咁呢度就冇車走嘅。接下來呢，就會行紅花嶺郊遊徑，紅花嶺郊遊徑就有4.3K。如果真係覺得辛苦頂唔順嘅話呢，其實呢度都有個推出點嘅，影片影住呢度就有塊牌寫住前路危險，請勿使用咁樣啦。警告牌嘅右邊就有條小路，小路嘅盡頭呢就會係和敬山路軍車路石屎路嚟嘅。咁喺石屎路呢，就可以行翻落去和敬山路馬路噶啦。雖然行軍車路呢都要行4K 先會到達和敬山路馬路，路程都唔短，但係行紅花嶺郊遊徑嘅話呢，就要不停上山落山。行軍車路呢，就點都舒適過行郊遊徑嘅，始終係石屎路同埋有樹蔭，有需要就考慮下啦。咁我繼續行紅花嶺郊遊徑啦。首先就到達呢個紅花嶺觀景台，前方呢度就係紅花寨。紅花寨都有路上山頂嘅，不過山頂就冇咩睇啦。咁另外一邊就回望翻紅花嶺，另外就睇翻紅花嶺郊遊徑條路啦。下邊就有個涼亭，而觀景台最靚嘅地方就可以喺山上面俯瞰鹿頸一帶，呢個位都幾靚嘅。就由南涌鹿頸一直掃過去沙頭角。咁我哋行紅花嶺郊遊徑呢，就可以不停喺唔同嘅角度欣賞南涌鹿頸一帶。喺度除咗睇海之外，我哋而家見到凹凹凸凸嘅山就係2洞3洞。咁我哋行紅花嶺郊遊徑呢，咁陣間都會行到嘅。經過一輪上山落山之後，就到達亞公頂。嚟到呢度完成紅花嶺郊遊徑呢，都唔會好遠嘅。喺指示牌後方就有條小路，呢條小路就係一個捷徑，行去伯公坳麥景陶碉堡嘅。我之後呢就會行呢條小路嘅。另外亞公頂呢度就有個瞭望台，瞭望台呢度雖然就荒廢咗，不過打卡影相都仲係幾靚嘅。喺瞭望台嘅另一邊就會有梯級落山，呢個梯級呢就係紅花嶺郊遊徑嘅正路嚟嘅。如果唔係去伯公坳麥景陶碉堡嘅話，行正路就點都好過行小路嘅。鏡頭一轉就到達伯公坳嘅麥景陶碉堡，咁同礦山一樣啦，都係俾鐵絲網圍封，不得內進嘅。值得一提嘅係，伯公坳麥景陶碉堡係海拔最高嘅麥景陶碉堡嚟嘅。咁頭先礦山嘅麥景陶碉堡呢，就係海拔第2高嘅，不過所謂最高都其實都唔係好高嘅啫。伯公坳呢度就大概高海拔260米。呢度除咗睇碉堡之外，另外都睇到沙頭角嘅一啲景色啦。呢度值唔值得嚟就見仁見智啦。我覺得睇咗片當行咗都 OK。我本人就應該唔會再嚟嘅啦。另外呢度仲有條樓梯落山啦，樓梯落到去呢係禁區嚟嘅，咁就唔好貪方便行樓梯落山啦。嚟到呢度就係紅花嶺郊遊徑嘅起點，就唔好以為行到嚟呢度就完啦，仲要行多大約半個鐘先到達沙頭角公路有車走。今次嘅影片就差唔多啦，唔知大家有冇興趣行呢個紅花嶺郊遊徑呢？歡迎大家一齊留言討論，like、subscribe、share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